石木村龙华国小去年800太岁的时节，第300转学，学生的是由提住校服地步上课，不过就算是临时教啥，虽然呢提学校还是过快乐的。对学校为重建也看事情，面对龙华的声音呢，老师的讲出柜台头路的理由，听起来像太人穷样。纪录片导演蔡慧玲去年800过后，如持续记录也群声音呢，用下对声音的眼光来看重建按严肃的议题。ในโมลาเก็บฝงใช้คอยเมียงยืนคำเคียได้ลงฝากกวดเซลก็อีแบบบนไทยสุยตาบังเง今年9月，龙华国社會時辰，第十木村蘇表嘅各界呢辦公室開課。10月12日臨時9期6時，時辰總統研辦部到主客部9時上課。對表嘅各界揾到阿言別特別主客部，當然同條外嘅學校並唔得。無緣通平發通空建設，一天要協要熱。唔過有全省到泰嘅聲音呢，一場無嘅叫出實驗呢。更多往里往別嘅學校，聽起來就像太人用嘅。只有面對事實的勇敢去面對了，不然你要怎麼辦？哭也他也不會回來啦。唔過其他條尾發現，學校往睇嘅學生嘅之間嘅感情無強樣嘅，當中變到很卡情嘅。我們學校很少，我們班會很少說同時一起出去說打飯啊、打湯啊，很少。現在會啊。800太歲促成龍華國小往睇過後，一條理來就向定勢必重建嘅方向來做。唔過，一切前面到安全嘅用地，故所無進展。背面也有人講，佢唔佢就冇重建呢。太人無限切差，一般人也唔愛聽，聲音呢有乜嘅意見。大家總係鬧到聲音呢乜嘅出唔啲，唔曉得。唔過冇聽錯，聲音呢看到很加清楚。你從一個地方開始，你繞一大圈，還又走回原點，還不是這樣浪費？如果到最後的話，全部老師都調走的話，這間學校真的就是這樣毀了。對啊，所以不能這樣子啊！你要感受到我們小朋友的感受。花錢花在教育上的，永遠沒有說浪費的而已。一群學生嘅畢業未，唔過幾一條唔啲，啲人成法學習5年嘅龍華國小，未來還會採納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